嚟到好內疚啊，係咪？係啊，呢個咧7月29冇嚟咧，係我取消去台北嘅其中一個理由啫嚇。呢個理由都唔算數，真正理由係咩咧？係尋晚我喺屋企睇新聞睇電視，見到邊個？見到吳克儉啊！吳克儉企喺阿曾啊，唔係曾蔭權咧，個腦海永遠記住曾蔭權啊！企喺仲惡過曾蔭權嘅梁振英隔離啊！大家見唔見到吳克儉個樣啊？縮起個頭，不知所謂，4個大字不知所謂。所以我尋日咧做咗一件咧諗落真係幾好嘅嘢，不過真係忍唔住。我係乜嘢咧？我生平第一次，我坐喺屋企睇新聞嘛，我生平第一喺我個女同我老婆面前講粗口啊！呢個講唔講得啊？唔係得㗎。唔得，我講因為咧大會俾我3分鐘嘅，我一講粗口講足5分鐘，所以我唔講住。俾2個咪我講粗口啊？唔係。總之我尋日對住個電視咧，我話吳克儉不知所謂，點解不知所謂啊？大家見唔見到佢啊？企喺梁振英個隔離啊，耷低個頭，粒聲唔出。但係你睇下隻眼咧冒火刮住啲學生嘅喎，見唔見到啊？係咪值得我哋一齊鬧呢句吳克儉不知所謂？中間個叉字嚇嘟咗，要揾彭浩翔嚟講下，不知所謂。吳克儉咧，大家見到啦，又話咩得嗰幾萬人上街，其他就沉默係支持者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做教育官啊，教育官僚啊，你真係緊大家啫！我同你各位講啊，我上網啦，大陸你哋知道有微博呢樣嘢㗎嘛，係咪？微博好多內地朋友好支持我哋大家。我今日嚟之前咧，有睇過好多，其中咧有啲微博內地青年人嘅留言咧，好識貨嘅喎。哇，係咪內地朋友要唔要我講普通話？我啲普通話一樣嘅啫，同廣東話 OK， 所以冇所謂。OK， 我喺微博留言咧，其中印象最深刻係2則啊。第一則咧就話：我雖然不知道吳克儉係咩人，但係見佢個樣都知道佢唔係好人。好有創意，你們聽得懂嗎？聽得懂啊！我再講一遍，就係話唔知佢係咩人，但係睇個樣都不是好人嚇。另外一個微博咧好有智慧啊，就話香港統包名，梗係啦，依家咪成立咩委員會嘅，其實俾咗嗰個檢討嘅答案你啦。委員會揸 fit 嗰位阿姐叫咩名啊？胡紅玉嘛，有個咩字啊？有個紅字嘛，大佬啊，係咪？話明要染紅啦，咁樣揾阿胡紅玉嚟出馬啦。我覺得胡紅玉真係好奇怪啊！佢喺70年代、80年代寫好多嘢㗎。你哋咧上網揾翻佢以前啲嘢嚟睇，完全好支持批判獨立精神思考嘅。我覺得胡紅玉係其中一個應該引以為戒、非常羞恥嘅人。請大家注意揾翻佢以前嘅嘢，劈翻俾胡紅玉睇，等佢知道羞唔羞恥，好唔好？嗱，大家我哋有嘢做嘅，除咗繼續堅持之外咧，9月9號投票，睇清楚乜嘢人支持推動屬地嘅國咧，就唔好投票俾佢，好唔好？我哋鬧多次吳克儉不知所謂，不知所謂。我記多句。我多謝大家。另外咧，除咗吳克儉不知所謂之外咧，我知梁振英咧最近都有個花名叫咩？大話精。所以我哋不如有一次梁振英係咩啊？大話精。梁振英。